我是乐乐，爱听我的频道哦。乐乐，小人，是小人咧叫我。是我啦，我是大树先生。大树先生你好，你是毋是感冒啊？哪会拍骹唱？这啥害啊？我上惊破病啊！乐乐，敢会使甲我斗3工一个？当然好啊。请乐乐帮我找树医生，互伊来替我看卖，我敢有破病？树医生，伊是啥人啊？我要安怎找着伊咧？树医生住伫咧树仔顶，伊会替树仔拍空做手术，树空嘛会变做伊的厝。毋过毋知影伊即马住伫倒一丛树仔看诊，你敢会当替我伫公园内底找看卖咧？无问题，包在我的身上。树医生会伫倒位咧？有一只大鸟鼠。这是碰鼠，伊有幼毛毛的长尾溜。哇，碰鼠走有够紧！等一下，你是谁啊？我是乐乐。你敢知影树医生住伫倒位咧？树医生？无听过。这丛树仔是安怎？我会当替你看卖啊！哇，你足厉害迄是当然的咯。阮碰鼠平常时就住伫咧树仔顶啊。那安尼你拄则为虾米对水沟仔内底出来？迄是因为我拢甲食物藏伫咧。等一下，你敢是要来抢我的食物？毋是，我是来找树医生的。走啦，免想要来偷看。哪会安尼啦？碰鼠有藏食物的习惯，因会甲食物藏起来，等到寒人无物件的时阵才食。乐乐可能无细致发现因藏食物的秘密基地咯。好啦，有够重爽。但是去找树医生。对，莫互大树先生等伤久。阿姊，你看，迄边有鸟仔咧食物件。迄是粉鸟，虽然是外来种，毋过即马真少常看到。我发现粉鸟咧食小胖，我敢会当甲饲？我嘛会当分一寡互碰鼠，互伊做伙藏伫咧秘密基地。乐乐，敢想要饲公园内的动物？对啊，阿姊讲过，有好物件爱甲好朋友分享。我这边有好食的，我嘛想要分互因食。小朋友，你感觉敢袂当甲食物分互公园内的动物？一会使，因为好物件爱甲好朋友分享。二袂使，凊彩饲因会造成环境卫生污染。答案是二，袂使凊彩饲公园内的动物。为虾米？公园是动物的厝，住伫遮的动物爱学会晓家己找物件食。假使人类凊彩提供食物，因就无法度学找食物的技巧。因无食完的食物，嘛会互公园变甲垃圾。你看，即寡拢是食饱饱的鸟仔潲头屎尿的粪食。我知影，就亲像动物园内的动物，袂使凊彩饲共款。无毋对，禁止饲公园内的动物。若准凊彩饲，有可能会互人罚钱哦。莫甲我罚，我绝对袂凊彩饲啊！我看我也是继续找树医生啦。咱来头前的生态水池看觅。树医生，你伫倒位？吵啥啦？莫叫扰我饲阮兜的囡仔。哎哟，莫阁害啊啦！足重的，我哟强要转去啊啦！是啥人咧讲话？我是树阿妈，
你即马看到身躯顶有满满的鸟仔绣的树仔，就是我啦。有影呢，即丛树仔顶住足侪只鸟啊！树仔妈、树医生，敢住伫这内面？哎哟，莫，我身躯顶已经有伤侪刺卡，身体强要挡袂牢咯。若是搁拄着迄个爱拍空的鸟仔，我规身躯的肉骨头真正是袂堪得咯。那安尼住伫你身躯顶的是倒一寡鸟啊？我身躯顶即阵刺卡是来生细只鸟仔的哦。当年的3月到7月，就是白灵丝的探正季节，因会伫个树仔顶约会找对象，然后生囡仔。你看，伫我身躯顶一颗一颗的物件是鸟仔绣，乐乐敢知影鸟仔绣是用啥物做的？这就简单啊啦，互我甲小朋友考一下。小朋友，你敢有发现树仔妈身躯顶的鸟仔绣是用啥物做的？1. 塑胶鹿仔，2. 石头，3. 树枝。咚咚，答案是3树枝。树仔妈身躯顶的鸟仔绣是用树枝做的。毋过，这个鸟仔绣是啥人做的？敢是对树仔妈身躯顶生出来的？鸟仔为着要有所在生囡仔，就必须爱做鸟仔绣。因会四界飞，四界找长度适合的树枝，扎转来，伫我身躯顶起厝。你看，遐就有一只鸟仔，喙内夹一支细支树枝。原来白色的鸟仔是建筑师，因会伫树仔妈身躯顶起厝。哪有白灵丝哦？我通讲是一位大厝头家。我的身躯顶目前阁有带白灵丝、黄头路，对，阁有暗光鸟。小朋友，你敢知影这个鸟仔谁是谁？甲乐乐做伙挑战看卖，替因找着名。我来看卖，即只鸟仔规身躯白白，我哟一定是白灵丝。伊的头壳顶有黄色的羽毛，我哟伊一定是黄头路，所以你就是暗光鸟啊！袂歹嘛。即只鸟啊，哪会电爆炸头？毋是啦，即只黄头鹿除了头壳顶有明显的黄毛以外，伊规身躯阁发蓬松的羽毛，这拢是为着要吸引约会对象。黄头鹿爱水。即种羽毛阁叫做探正羽毛，看伊的名就知影是生探期间才发的毛。其实黄头鹿只有伫探正期间才会发出又阁黄又阁蓬的黄毛哦，是毋是足水的？真是有水。我阁发现有一寡白灵丝甲暗光鸟嘛有蓬蓬的毛。你看，迄只白灵丝头壳顶阁有2支长长的羽毛。迄叫做装滩羽毛，嘛是探正期间才有的特征。原来是安尼。找到对象以后，公的白灵丝会负责做鸟仔绣，互母的白灵丝生囡仔。我知影鸟仔会生卵，卵孵出来，敢就是鸟仔囝。有概念哦。鸟仔类是卵生动物，无共品种的鸟仔，毋若生卵的数量无共，外观甲大细嘛拢无共。以白灵丝来讲，因一摆会当生4至5粒卵。鸟仔囝有够古锥，是讲因拢食啥物？白灵丝爱食鱼仔、虾仔，也袂学会晓飞的鸟仔囝，就爱靠爸母甲饲。迄只鱼仔伤大，鸟仔囝的喙较细，才袂落去。
啊，又搁有鸟仔偷放屎啊！鸟仔无膀胱，肠仔又搁较短，无法度拄准尿甲屎，所以鸟仔随时拢会潲头，爱犀利去攻击哦。我会徛较远咧。头仔甲你讲听讲鸟仔为着要飞较紧咧，物件食了都会紧甲食物泡排出去。因足巧诶，变数上了就会变轻啦。哎哟，哪会过来一只鸟仔啦？伤重啊啦，伤重啊！细里有鸟仔想落水啊！哎呀，搁有鸟仔囝住伫内底，紧甲救！哎哟，落水的鸟仔囝也袂晓飞，嘛袂晓游泳，可怜的鸟仔囝，伊的小命保袂牢咯。要安怎啊姊？咱紧去救鸟仔，甲鸟仔放转去鸟仔树。乐乐，即几只鸟仔连因的厝做伙落水，咱袂使凊彩互因带入去青云的鸟仔树内底。哪会安尼？敢讲咱袂当救受伤的鸟仔？大自然有时阵真残酷。乐乐，是的，咱袂当伤过头干涉生态环境。也毋过，咱无法度甲救，毋过伫落诶拄着高一只鸟仔囝的时阵，也是会当提供适当的帮助哦。伫路里，也是街仔边拄着高鸟仔囝，先莫着急甲捡起来。伫涂骹的鸟仔囝可能当咧学飞，因为还袂长压机骹，所以落去涂骹。斟酌甲观察，若是鸟仔囝无明显的外伤，就会当甲因放伫咧悬的所在。等鸟仔囝休困以后，就会阁飞离开。若是发现身躯顶有外伤的鸟仔囝，也是冰冰凉凉已经失温，就爱赶紧送医救援。这个时阵，就会使通知台北鸟会，也是相关单位来互受伤的鸟仔提供帮助。会记得，孤鸟可能需要帮助，毋过要救鸟进前，必须爱好好观察，若无，颠倒会互因无法度转去到原本生活的所在哦。我知影，一定爱看好清楚，赶紧转去哦。乐乐再干。鸟仔树内底鸟仔囝就安尼落水啊！乐乐，莫艰苦，遐会晓游泳的鸟仔，这是水嘉玲甲伊的囝。水嘉玲游泳的速度足紧呢，伊的身躯乌乌，喙是红色的，甲一点点仔黄色。水嘉玲就住伫个水边的蓝仔地，因会到水边找物件食，所以足够游泳的。若是白灵溪嘛，足够游泳就好啊。想袂到讲踅半工啊，我还是找无树医生。咦，迄边有一只大鸟啊！迄是山暗公，伊为虾米拢袂沉袂动？我要甲伊算123插头人，123插头人，123插头人。哎哟，伊真正袂振动啦！山暗公的片名号做大戆鸟，定定徛咧起戆，有时阵一徛就是半点钟。安尼袂使，我还着爱找着树医生，无爱算啊，无爱算啊，我投降。咱继续找看觅。遮有树坑，这一定是树医生的厝。树医生，树医生，乐乐，较细声咧。公园内底阁有足侪动物住伫咧内面，莫去搅扰其他的住户哦。哎呀，树医生无伫厝。若无，咱来写字条啦。要写啥物才好咧？亲爱的树医生，大树先生拍卡唱啊，需要你甲看卖。乐乐，超好势啊！希望树医生会看到。时间无早，咱应该来转哦。转去的路里，我敢袂使去甲大树先生讲一下。
我要甲伊讲，我无找到树医生。露露足赞的哦，毋管敢有完成任务，拢会记你爱讲一声。公园内的鸟仔袂少，有的会晓游泳，有的会晓拍空，也有的鸟仔介意戆戆啊徛咧。各种无共的鸟仔住伫树仔顶，因会做收生卵、生囡仔。对啊，也有爱甲食物藏起来的碰鼠，伊嘛住伫树仔顶。露露敢会记你伫路边拄着高鸟仔囝，应该安怎做？我知影，袂使凊彩甲带走，爱先用目睭观察。啊，遐有一只花仔花箱，伊甲树医生同款嘛会伫树仔拍空，毋知影伊敢有拄着树医生咧？小朋友，公园内有足侪动物朋友，我拢想要熟悉。今仔日足可惜，无找到树医生。若是你拄好熟悉树医生，写批甲我讲，伊住倒位，好无？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行星，即阵露露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行星杂志，你就通看到搁较侪阮的故事。通到资讯栏看搁较侪资讯，嘛莫袂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哈哈哈哈。